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开管众人的耳孔，要听见主你今仔日所要对阮所讲的话语。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若逐礼拜拢有来到教会，咱会感觉介先有一个位是习惯的位，对无？上好尾啊，你是毋是若顶一回来到教会，你踮来坐迄位是你咱真习惯的位，对无？对。吼，对，好，对，哈。啊，总是吼，有当时啊会安尼发生一个意外。就是咱来到教会，我迄位有人坐啊，安尼免啦，安尼免啦。所以有当时啊，心内底会爱热，讲啥？我惯是咧坐迄位，既然有人坐啊。所以其实咱迄时阵爱想讲，不要紧，其实换一个位，会当甲无啥共款的人。做伙坐相伴，因为遮的人拢是上帝赐予咱的兄弟姊妹。检菜佫会当甲因佫较侪熟悉，安尼当毋是佫较好？因为迄位斗写名，无写名嘛吼，就是有写名，就亲像咱中间有真侪人过去做老师啊吼，迄个小学拢有一位是写名对无？迄个咱若去到教室吼。老师拢点名对无？倒一位，迄拢有写名对无？总是歹势，迄位嘛毋是永远你的，对无？就是有写名嘛，毋是永远你的哦，因为以后嘛是换人坐，所以这其实就是犹太人的问题，因为因感觉因伫上帝面头前有特权。伫天顶，伊的名写伊的名，迄个位已经写好啊。总是保罗就透过今仔日的经节咧对咱讲，无人有特权。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对第2章开始，其实伊用一种抨击即文法，即种古早的演讲法。其实伊用问题来凸显伊所要讲的。对17节开始，伊将焦点就放伫犹太人的身躯顶头。罗马书第2章17节到18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你咧，你自称犹太人，瓦靠律法，佮用上帝做看口，你明白上帝旨意，有受过律法的教导，会晓分别是非。原文应该是安尼讲，总是你咧，你有犹太人的名，靠赖律法之上主看口，你认捌旨意，受律法教示测验出差别。克兰菲德这位神学家讲，这个词伫70字译本内底读起来。其实，拢是一种轻视的词，只人透过安尼咧碰风，也互随上后壁这个明白上帝旨意，有受过律法的教导，会晓分别是非，这本来是好的，对无？咱知影这是好的，总是互这真做不幸的会失败。罗马书第2章19节到20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自信家己是底甲失明的人带路，是黑暗中的人的光，戆人的导师，幼稚的人的老师。你想讲，既然有律法，对知识甲真理就有把握。共款用你做开始，保罗伫遮引用的是耶稣的教示。伫马太福音23章16节、24节，路加第6章39节拢有讲，恁掠做恁会当为痴迷的人带路，为唔认捌上帝的人带光福音。这应该是出对以赛亚书42章第6节到第7节。咱来知影当时的教育的过程。
这个德书翻译做德书，应该翻译做基德，意思是术人的啦吼。咱爱知影古早教育内底就是有体法，所以迄是术人用术的纠正甲管教的原文的意思。老师是啥物货？老师是教示，所以要有教示，嘛爱有纠正。这个伫遮翻译做幼稚的人应该做婴儿。咱爱知影无知的人无法度管教，婴仔更较无法度教示。你要对一个婴仔教示无法度，所以神学家是认为保罗是用讽刺的话语来凸显犹太人的膨风甲感觉家己真牛。犹太人上感觉因上骄傲的是因有摩西的律法。这个摩西的律法是啥物货？是会当掌握、显明佮理解的在知识甲真理。保罗并无反对这项代志，总是伊线落就线接落去说明，犹太人严重误解上帝的律法。罗马书第2章21节到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教示别人是安怎无教示家己？你教人毋通偷窃，家己有偷窃无？你讲毋通犯奸淫，家己有犯着无？你厌恶偶像，家己有抢庙事无？迄个老师教人，却无教家己嘛，出对主耶稣的教示。马太福音23章第20到第3节，保罗伫遮的指责，应该拢出对耶稣的教示咧解说犹太人律法的角度。亲像马太福音第5章21节到48节，耶稣伫遐讲：心若看到妇人人动邪念，就犯奸淫，对无？伫遮这个意思是安尼。你的手目睭犯罪，就拉剁落来哦，对无？耶稣是安尼讲哦。然后呢，你的正面互人拍，对无？倒面嘛挖得过互人拍呢。这是耶稣咧解说犹太人律法真极端的解说方式。其实主耶稣是透过这个差不多无人做会到的教示咧提醒咱。犹太人的律法会当规范的、规定的，只是外在的行为，对人的心完全无法度，对无？律法会当规定的是啥？外在尔，总是对人的心完全无法度。主耶稣讲，伊来是要成全上主的律法，伊毋是要加搁较侪律法，是要爱人知影上帝律法的目的。上帝定这个律法的目的，是爱人活出有上主掌权的性命。咱爱知影，安真特别哦。主耶稣讲犹太人偷窃的，是安那？主耶稣会安尼指责，就是伫当时的罗马神庙，这个信徒会将这个礼物，就亲像咱今仔外口看到的庙同款。总是当时的罗马神庙，阁有另外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地方的政府会伫遐寄财物，真特别哦。换一句话来讲，因拢想讲，这有神咧顾咧看，这有神咧看，无人教。是安怎保罗会指犹太人偷窃？是因为因掠做上主是独一这款的信念，因就大胆入去遐个庙内底去抢这个异教神庙的财物，所以该撒提比留伫公元19年就下一个公告，用犹太人偷窃的理由，就将犹太人革出罗马。真特别哦！这有伫这个历史顶头有看到这个代志，所以保罗伫这会指责犹太人，
然后保罗指责这犹太人是用连续3个、5个一组这款的描述，神学家认为这是保罗调工的，因为提起这个熟悉犹太托拉的受配的人，摩西律法是5纲册所组成的，所以保罗上尾做一个结论。罗马书第2章23到2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看口有律法，家己有犯法来侮辱上帝无？圣经有记载，因为恁的缘故，上帝的名伫外邦人的中间受亵渎。到这，咱已经读到这，咱应该真明白这样代志。虽然保罗拢用问问题对无，但是伊当是爱人回答，毋是吧？伊是要透过问问题来凸显伊的论点。保罗引用74译本的翻译，这个引用是对以赛亚书52章第5节来的。咱做伙来读一个，这个以赛亚书第52章第5节，吼，做伙来读。接下去，刷落，对，来，做伙来读来。管辖因的人，甲因换来换去。规日地侮辱我的名，这个原文先知书原文的意思是指以色列人悲惨的遭遇上帝的名，或者的外邦人安尼侮辱。总是保罗引用这个来讲啥？啊，恁犹太人，恁明明知影有上帝律法讲安那袂当偷窃对无？啊，恁偷窃呢？恁偏离上帝律法规则，甚至搬过界限，亵渎，惊恁做这个偷窃的代志，就亵渎上帝的名。所以，莫阁看口讲家己有特权啊！罗马书第2章25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若遵守律法，甲你就记得；你若犯法，所以对25节开始，保罗开始改变伊的语气。这嘛是这张批内底第一遍讲到割礼。割礼是啥物货？割礼是犹太人上把握的代志。割礼是啥物货？对创世纪来看，是上帝甲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是恩典甲福气这个约的保证。保罗去讲。啊！你的割礼若做伫你的肉体无，做伫你的心内底完全无效。罗马书第2章2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无受割礼的人，若遵守律法的规定，上帝竟无甲伊算做有割礼。这个原文啊，克兰菲德这位神学家讲换一句话来讲。伫上帝眼中，遵守上主律法的人，就是这外邦基督徒，因无受割礼，总是因只要有心的割礼。事实上，对今仔日教会来讲，迄就是洗礼。只要因的心有受割礼，因就会互上帝算做伊的百姓。罗马书第2章27节，刷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肉体无受割礼，毋过有遵守律法的人会甲你定罪，因为你有律法的条文，佮受割礼，毋过颠倒违反律法。原文是应该安尼讲，迄个伊的本性，用伊的本性来完成律法，无受割礼的人。听有意思吼？迄个用伊的本性无受律法，总是用伊的本性完成上帝的律法，总是伊无受割礼的人，要审判你，这个照着托拉，照着迄个律法，甲割礼的违背者。所以保罗伫遮的讨论是讨论啥物事？伊延续罗马书第2章14节。迄个倒可能有人，伊无受律法，伊毋知影有律法，上帝律法总是伊
会当遵守上帝律法，才有可能有人安尼。这是罗马书第2章14节，保罗伫遐提出来的问题。所以延续这个问题，保罗继续安尼讲：讲遐个无受割礼，总是因照因的天性、因的心来顺坦上帝律法的外邦人，因要审判有律法总是违背上帝义的犹太人。罗马书第2章28、29、29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其实外表做犹太人的，毋是真正的犹太人；伫肉体所受外表的割礼，嘛毋是真正的割礼。真正的犹太人是内在的，真正的割礼是心的割礼，是圣神的作为，毋是靠律法的条文。这款人受称赞，毋是对人，是对上帝来。所以保罗对心的割礼这项代志的诠释，应该是出对七十书译本的《申命记》第10章16节。伫遐迄个七十书译本翻译是安尼翻译讲，要将恁的硬心行割礼。伫保罗的书信内底，有3个所在讲到圣神加经典的比较。保罗伫遮咧对咱讲，圣神用内在的律，这就是心的律，伫人的生命中掌权，才会当互人活出新约的要求。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教会，咱的教会无搁行割礼，施行洗礼的原因，因为这就叫做新的约。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2节，刷落去。保罗安尼写，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讲，做犹太人有啥物优点？割礼有啥物利益？伫各方面拢有真侪好处。第一，上帝有将伊的话交托因。中文的译本拢拿翻译做第一，总是第2出现伫罗马书第9章4节到5节。第9章哦，第2哦吼，第2，迄个才第1出现对无？啊，所以第2伫倒，大家拢咧找啊吼。第2出现伫罗马书第9章啊吼，咱来去遐读罗马书第9章第4节到第5节。咱会讲，咱后来讲到遐，所以阁有另外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咱会当来读做，咱读着第1吼，会当来读做上重要的事，对无？上重要的是上帝有将伊的话交托因，对无？咱上重要的事吼。第2，因为咱嘛会当读做罗马书第1章16节，甲罗马书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拢出现2遍，叫做大先犹太人，后来外邦人，对无？所以咱嘛会当读做大先，听有意思啊吼！这个话嘛会当读做大先。保罗讲大先信托因的，是律法甲先知所启示上帝的话。罗马书第3章第3节到第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中间若有人无信心，因的无信心减为互上帝信心，变做无效，绝对不会。甚至所有的人拢白贼，上帝也一定是真实。照圣经所记载，你责备的时显出公义，你受控告的时会胜诉。虽上，就是犹太人毋信，无信心，毋信，就是恁毋信。保罗引用诗人的吐气，诗人是安尼讲，诗篇116篇第11节，我捌着去讲，人拢虚假袂可得。所以，甲人会讲白贼虚假的本性来相对，上帝是信实的。然后保罗搁引用诗篇51篇的第48节，这是巴克利的台语汉字本，讲至高你讲话时显明做义。判断的时显明公道，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尾上帝的判断，上帝的审判，伊要证实
伊的公义，然后当伊显出伊的公义时，这就是上帝的信息，这就是上帝的信息。所以有神学家嘛咧译，讲后壁这段是有人当时误解扭曲保罗讲到恩典的假释，所以照第50到第8节的讨论。罗马书第3章第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的不义，不过咱的不义，若会当显明上帝的义，咱会当讲啥物？我照人的想法讲，上帝对咱受气是不义，是无？这是几杂的辩论。换一句话来讲，人讲有人安尼讲，我若惊不义会彰显上帝的义，啊，表示啥物话？啊，我有功劳伫上帝啊，上帝会敢刑罚不义的人，敢讲伊是不义吗？所以刷落去保罗刷落去接安尼讲绝对毋是。好，咱来读这段经节，来做伙来读，绝对毋是。若是上帝哪会当审判世间？我的父家若会当互上帝的真实搁较明显，互伊搁较有阳光，我哪要互伊宣判做罪人吗？换一句话来讲，上帝完全无需要人做啥物货来显明伊的真实。罗马书第3章第8节上尾，保罗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那毋讲，咱来做歹，互好事实现。确实有人安尼讲来甲我中伤，因应该受定罪。这就是现代台语的翻译，就是安尼。有人甲我中伤哦，所以我要讲这话来反驳伊。保罗对咱讲，人会不义，讲白贼做歹。甚至含落伫内底，拄着这个世间以及上帝的审判，是人家己做来，对无？人做歹是家己做来啊。咱若掠做安尼，会对上帝的信息有啥物贡献？不过是几杂的辩论尔。安尼讲，搁较诽谤上帝，会当互上帝定罪。卡巴特是安尼讲遐个家己掠做家己是上帝的斗士，离开上帝，因的信仰祈祷咧尊坦福纳律法的立场变做无意义，因为犹太人的割礼以及圣礼，拢无阁真正甲上帝同在。过去犹太人夸口因有律法。因有割礼，实际上今仔日的基督徒嘛继续咧夸口呢。咱夸口啥？我读几遍圣经，我逐工祈祷几摆。咱夸口啥？我比人奉献较济呢。我夸口啥？我甚至会当讲方言呢，甚至我会当讲语言呢。今仔日基督徒继续咧夸口这个代志，总是。这个代志拢无法度，互咱这个服罪困绑的人免去上帝受气的审判。John Stott 这位牧师安尼写，伊讲人享受外在通看见物质肤浅的事物，总是上帝真正旨意的，是圣神伫咱内心所要带来。遐深沉、内在、温饱的空隙，所以对保罗来看，有一种正确夸口的态度，就是以上帝做夸口，伫基督内底夸口，以上帝做夸口，咱抓落第5章11节读到，伫基督内底夸口。咱会当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3节读到，毋望上主阳光的夸口。罗马书第5章第2节，用基督的十字架做夸口。加拉太书第6章14节，
伫患难中的夸口，罗马书第5章第2节，这拢保罗感觉这是真正确夸口的内容，以及人伫软弱中的夸口。哥林多后书12章第5节甲第9节。咱来知影古早的城起伫山顶，山顶的城无法度稳重，对无？伊用一种夸口的态度来对人讲：啥要起伫山顶？因为真好防守，真歹攻；真好防守，真歹攻。伫每是古早，若真暗的所在，一拍小小的蜡烛火，嘛咧坚持黑暗夸口的坚持。主耶稣是安尼讲，马太福音第5章第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亲像安尼，恁的光着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荣光恁的天父。有人讲，每一个人拢是发光的体，发光体啊吼，所有的人拢是。咱的光看会照着啥物人？所有的人拢是。所以，愿咱的光照伫人的面头前，美好的行为，互人看见，毋是咧证明我偌高偌厉害，是要看靠咱创造咱迄位生命的主归荣光互伊，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你引带阮成做你的囝儿。主，阮知你的光照着阮，互阮会当有这个光发出。我要感谢你，有上帝帮助，互阮所夸口的，毋是阮本身，是你伫阮生命中所做成。求上帝就甲阮做伙伫地，帮助扶持，引带祝福阮众兄弟姊妹。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